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上個不久前講咗兩個視頻，關於過咗50歲之後，我哋點樣可以提升我哋嘅健康呢？今日同大家講嘅呢，過咗50歲之後，原來係好容易營養失調嘅。咁我哋點樣去補充翻呢？其實呢，好多人只要過咗50呢，都會覺得，哎呀，我體力唔似以前啊，健康狀況又好似逐漸下降。身體嘅器官各項功能都出現退化嘅噃。調查就發現1/3嘅長者嘅健康問題呢，多數源於係營養失調，特別係缺乏維他命 D、E、鈣、鋅、鎂呢5種營養素嘅。咁而家營養師呢就介紹大家，除咗6大食物我哋均衡攝取之外，更加應該正確同時適量咁補充呢啲營養劑啦。咁樣就可以預防骨質嘅流失，同埋減少肌少症嘅產生噶。喺新光醫院嘅營養師許慧哲佢就話，跟住年紀增長，身體裏邊嘅基礎代謝率呢逐步下降噶噃。咁中老年人嘅活動又減少咗，營養吸收率就唔似好似年輕人咁好啦。咁所以呢，台灣中老年人大約有5% 至10% 嘅長者呢都有營養不良呢個問題。佢哋估計可能啲牙唔好啦，或者個咀嚼力就差咗啦，或者係冇咗牙，但係啲假牙又裝得唔好，導致佢難以順利咁飲食嘅。咁營養師林如君又話噃，70歲以上嘅銀髮一族呢，可能係跟住個胃口嘅改變、味覺嘅影響食慾，而知道飲食唔均衡嘅。所以年過半百嘅人呢，容易出現骨質流失、肌少症，同埋女性停經嘅時候，咁啊各種慢性疾病嘅健康問題就會出現噶啦。如果你冇運動，蛋白質攝取又唔足夠，又食好多嘅高油精緻嘅澱粉食物，代謝率下降，加上飲食失衡呢，咁就對於呢啲原有嘅慢性病就會造成負擔噶啦。研究就顯示呢，長者時時出現5個缺乏營養素，呢5個嘅營養素就係維生素 D、維生素 E、鈣、鋅同鎂啦。營養師呢就強調，長者每日應該均衡咁攝取6大類食物。呢6大類食物就係包括全穀類嘅雜糧啦、魚、蛋、豆呢啲肉類、乳製品、蔬菜、水果同埋堅果種子，總共6類。佢因為老人家代謝率下降呢，所以每日嘅脂肪來源嘅比例唔適宜超過總熱量嘅30%嘅。咁佢同時話呢，年紀長骨質容易流失噃。咁佢建議呢，應該由30至40歲開始呢，存你啲骨本啊。女性停經之後骨質會大量流失，所以要及早補充鈣質、維他命 D， 同埋要運動。飲食方面呢，飲多啲奶啦，食啲 yogurt 啦、芝士啦，或者豆乾、豆腐呢啲有鈣嘅食物。而維他命 D 呢，係幫助吸收鈣嘅，我哋可以由海鮮、乾嘅冬菇裏邊攝取多啲維他命 D， 或者每日適度咁曬太陽15分鐘啦，因為紫外線能夠活化身體裏邊嘅維他命 D 嘅。而另一個問題就係肌少症啦。年長嘅人容易肌肉量不足，就導致肌少症問題。除咗要訓練肌肉啊，攝取蛋白質亦好重要噶。你可以食啲豆類，呢個係植物性嘅蛋白質。紅肉有鐵質啦，又可以幫助紅血球製造，減少缺鐵性嘅貧血。建議腎功能正常嘅長者呢，可以按照豆類先，然後到魚類，到蛋類，再對肉，跟住呢個順序去攝取蛋白質。而每公斤嘅體重呢，應該攝取1.2克嘅蛋白質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60公斤嘅重量，每日應該食72克嘅蛋白質。
咁樣大約相當於7份嘅豆類、魚類、蛋類、肉類嘅蛋白質啦。咁所以差唔多10克就等於1份噶啦。但有啲長者呢，就擔心食得蛋太多呢會造成膽固醇上升噃。其實代謝正常嘅人呢，唔會因為飲食影響血液裏邊嘅膽固醇含量嘅。只要你正常均衡咁攝取，建議選擇脂肪含量少嘅優質蛋白質啦，好似豆製品啊、魚啊、海鮮呢啲比較軟質嘅食物。1個星期可以食2至4次嘅海鮮啦。如果你嘅咀嚼程度係唔好嘅話呢，可以將啲雞肉剁成蓉，或者係一絲絲，或者係愛嚟蒸蛋，煮得腍啲，咁就容易啦。同時要強調少油、少鹽、少糖。如果你食肉唔好呢，可以加啲天然嘅香料，好似薑、蔥、蒜呢啲呢，提起佢個味道，咁你就容易入口。烹調嘅時候記得煮腍啲啊！咁你可以食啲容易煮腍嘅，比如冬瓜啊呢啲咁樣嘅食材啦。長輩只要多攝取蔬菜水果，跟住個餐單，每一餐食1個拳頭大嘅水果啦，蔬菜呢比水果再多啲咁多，咁你嘅營養就更加均衡噶啦。希望大家一過咗50歲就要小心你嘅健康，食翻多啲各種嘅營養素，避免有呢個骨質疏鬆同埋肌少症啊！多謝收聽。